I collect experiences. 港島區住宅物業彌足珍貴，人所共求。恒基兆業兩項地標式住宅物業，傲居港島東與西。現在率先介紹翰林峰 Novum West。Pushing boundaries is my life's journey。翰林峰緊貼港鐵香港大學站，瞬間直達香港大學。I'm on a perpetual learning path. 翰林峰坐落港島中西區名校網，係全港最優秀校網之一。亦鄰近香港大學，全天候輕鬆往返。I'm a global nomad with free spirit. 翰林峰坐擁全方位鐵路網絡優勢，亦鄰近西區海底隧道，經中環及灣仔繞道，快速連接港島東商業核心。My life full of discoveries。區內設施多元精彩，有時尚嘅生活超市，有新派特色美食。Bold's not just a word. It defines me. 主體就係佢嘅垂直線，利用淺灰色、銀灰色同埋一啲深灰色嘅直線線條，亦都會用燈去令到佢更加明顯。所有工作平台嘅開趟門，全部令到佢有一種出入同一個玻璃幕牆嘅一個對比。住客會所最主要係一個開放式，叫做好 free flowing 嘅一個概念嚟嘅，即係啲空間全部有個連貫性，淨係一個好 sculptural 嘅天花咧，係帶通全個會所，令你覺得任何一個空間你都可以好自由咁樣去用。翰林峰以雙會所設計，特設24小時健身中心及約25米長室外游泳池，另設空中宴會廳。住宅單位間隔多元化，並附設一系列國際名牌家電同設備。喺地下至2樓，另設有型格時尚商場。Follow me and find the contemporaries in you。港島西全新矚目之最，翰林峰 Novum West。